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30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信託聊一聊信託暴雷。自從恆大暴雷以後陸陸續續有很多信託也暴雷，這裡面不乏有央企信託大家也知道，咱們信託的牌照其實不多，我記得好像不到70家，比銀行的牌照要稀有得多，要珍貴得多。但是房地產低迷以來大量的信託暴雷，那麼這裡面就涉及了很多投資者，他們投的本金，对吧？叫血本無歸那他們遭受這麼大的損失，而這些信託它跟其他的理財產品還不一樣，他們在銷售的時候多多少少給人暗示或者明示，對吧？要刚性兑付，保本。那麼這導致這些信託暴雷以後那維權的人就會更多，群體性事件也更多。今天這個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它有一篇報道，叫中行信託投資者維權持續，再接中國影子銀行系統性風險。它這配圖的照片是一幅中行信託投資者1月14號在中行信託江西南昌辦公樓前維權的一個照片。很多人投資者坐在這個大樓前。我們看這個文章是怎麼說的他說過去1個月，上海人陳輝3次前往北京，每次住進酒店都有警方深夜敲開房門，提醒他合法合規，理性維權。上海人他到北京一住進酒店，有關部門就找上門提醒他，倒也沒說別的這個待遇我也有過，我在以前節目也說過那是恆大剛暴雷的時候，2021年大概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當時有傳言，網上有傳言說我投了這個恆大，買了恆大理財，所以恆大一暴雷，我的這個就血本無歸，完了之後我就恨上恆大了，天天說恆大。有人或許把我這個節目截屏或者發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那個維權群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因為很多人知道我不跟人聯繫大概發了一個維權群，然後呢他們組織好像要去廣東廣州去維權，然後有一天晚上大概6點多，2個警察找到我上門，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找到的，說的就是這句話，叫合法合規，理性維權。問我是不是買了恆大理財，我說我沒有他說沒有就好，說你要有什麼事一定要跟我們說，對吧？先找我們，也就找那個帽子叔叔。他說你要維權的話，一定要合法合規，理性維權。我說沒有。後來夜裡1點多還是12點多，我又接到派出所電話，但是我就覺得很納悶，我覺得這個事情本來它是個誤會完了這個為什麼他們這麼高度緊張呢？我就問那個給我打電話的那個警察，那個警察就說了，他说你是不是買了恆大理財我說沒有我說下午你們已經來了個同事我說我跟他已經說過了。他說是嗎？他說他警號多少我說我還沒看警號他說那就沒事了。然後我就問他為什麼你們這麼緊張？他說你不知道，你這事是市局直接交辦的。所以我說這個經歷是讓大家知道這個所謂的理性維權這個已經到什麼地步了叫草木皆兵我們接着看這文章介紹他說陳輝2年前將400萬元投入中行信託，按合約去年2月到期，但至今仍未兌付。據統計，在中國與他處境相似投資者人數過萬，未兌資金總額超過600億元。這批投資者中，一部分像陳輝一樣到北京信訪，一部分在地方展開維權，個別人在過程中遭行政拘留，另有一部分轉向司法途徑，圍繞信息披露、合同效率等問題提起訴訟。我一直有個觀點就是恆大暴雷以後，你還買理財的，對吧？還去買什麼信託的，還買房的等等這種有什麼苦自己承受吧。這個是認知導致的，是貪婪導致的。你說恆大暴雷之前你買，那你說因為當時這個氣氛大家都買，你還有說到的地方，恆大都暴雷了，对吧？你還買，那邊都拉閘了，你這邊還往裡衝，沒辦法。這些年來金融平台暴雷事件在中國不算新鮮事，那這個大家都熟知後面什麼中植，对吧？中植系還有什麼鼎泰豐是吧？好多平台每年对吧？每個月都有暴雷的。前2天暴雷的是深圳水貝這個黃金交易平台是吧？叫杰我瑞，又是幾百億。這個文章說但中行信託的特點在於它背靠中國軍工央企中國航空工業集團，自成立以來便視為信託業的明星機構，營收和資管規模長期位居行業前列。然而在中國經濟下行、反腐力度加大的背景下，央企背景也未能預防違約發生，中行信託暴雷，也將中國影子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再次推至台前。中行信託的危機進入公眾視野，源於去年4月18日被建信信託、國投
泰康托管。中航信托是中国信托法2001年实施以来第3家被托管的信托机构，也是首家被托管的大型央企信托。我记得中植系有个叫中融信托也被托管了吧，对吧？前面还有什么中信信托，我记得不太清楚啊。还有那个四川信托是不是都破产重整了，就玩破产了都。然而说，综合联合早報採訪的10餘名投資者信息，早在去年2月，中航信托產品已陸續出現逾期兌付，投資者多次向中航信托了解情況，但屢次被未下定心丸，被告知央企不會不守信譽。就在托管公告發布前2天，投資者得到的承諾依舊是堅決沒有托管。所謂托管是指監管部門在信托公司風險暴露時，指定其他信托機構接手其日常經營管理，原有債權債務關係不變。截至目前，中國信托業已出現的托管案例中，尚未有完全化解風險的先例。也就是托管是什麼意思啊？我理解的啊，托管就是你原來的那套班子不能讓你再整了，你這個讓你再管理嘛。信托實際上是個管理啊，募投管退這個4步，那你這個出現風險了，說明你這個管理的能力，對吧，都是有問題的，你們就不能管了，交給別的信托來托管。那托管這人家只是管理，那債權債務關係是不變的。新加坡管理大學李光前商學院副教授傅方健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說啊，中航信托被托管相當於找了2個幫手，但幫手的作用並非兜底，而是協助追回相關項目資產，至於能追回多少恐怕並不樂觀。在中航信托被托管前，其第一大股東中航投資的母公司中航產融已於去年3月底主動宣布退市，成為首家退市的央企金控類上市公司。一部分市場人士認為，這一動作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央企進行風險切割。這個操作太熟悉了啊，大家還記得吧？中融信托被托管的時候，它的母公司啊，叫中國紡織還叫什麼？我忘了啊。他是名義上大股東，中植是2股東，但是中植實際上是中融信托的操盤手，大股東名義上是個央企。也是的啊，中融信托一托管之後啊，他的母公司就是退市了，這個大家自己可以在這個胡適上查一下，好像是個紡織類企業吧。萬善穿透啊，萬善倒到最後是叫國基集團，以前應該是一級部的，實際上說明那個時候很多信托啊，民營信托啊，他為了找個靠山，主動的把控制權交給央企，然後實際上是自己在運作，類似於萬科啊，對吧？萬科管理層找了一個靠山，就是深圳地鐵、深圳國資委，但是操盤的還是這幫管理人，這個管理層啊，余量。實際上很多企業都這麼玩，為什麼這麼玩，大家就清楚了啊。這種切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信托業上一輪重組和再布局。2007年信托制度調整後，中國銀監會引導信托機構走出北京，分散設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航信托2009年在江西完成註冊，類似情況還包括註冊在河南的中原信托、落地重慶的新華信托等。在地方省市註冊意味着中航信托免受當地金融監管部門監督，但對於央企來說啊，既然已有地方監管，又不會做太多微觀管理。湘頌資本董事沈萌受訪時指出啊，這相當於給了地方很大的獨立自主空間，地方信托機構更容易從自身利益出發，參與到風險收益高的項目中。沈萌說啊，當業務運行順利時，央地之間相安無事；一旦風險暴雷啊，央企通常會認為已給予充分自主權而進行風險切割。也就是這個，雖然中航信托是央企，總部那肯定是在北京，但是啊，中航信托的注冊地是在江西，那對總部來說，那你這個歸江西管，你們有什麼事去江西啊，跟我這沒關係，注冊地也在江西啊。另一方面，中國信托業長期扮演的融資通道角色，也埋藏了暴雷風險。即便經過央企背景信托公司審批的項目，也不能幸免於這種風險。在新加坡，信托公司通常被理解為財富管理機構，為客戶提供資產管理服務，並收取管理費；而在中國，信托公司更多充當融資中介，為房地產項目、地方融資平台以及企業提供貸款，成為銀行體系之外的重要融資替代，也就是俗稱的影子銀行。當企業或機構無法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時，便轉而通過信托公司融資，信托公司從中獲取高額利息，同時承擔這些項目的風險。聯合早報看到
到的一份中航信託產品列表顯示，逾期兌付的產品期限從3個月到24個月不等，收益率在5%到7%之間，按投入金額有所浮動。不過，信託公司從底層項目中獲得利息可能遠高於投資者收益。沈萌指出通道融資成本通常在15%左右，但通道上涉及多方利益主體，經過中間層層扒皮，到投資人手裡收益往往並不高，但風險卻由投資者承擔。沈萌進一步說能夠承受15%左右融資成本的許多都是高槓桿、高周轉的房地產企業。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幾年樓市低迷、房企資金鏈斷裂後，風險會進一步傳導至信託公司。自2023年新華信託破產清算以來，陸續出現違約或兌付問題信託公司，還包括中融信託、民生信託、五礦信託、平安信託。截至2023年末，中航信託資產總規模超6300億元。根據彭博經濟研究，信託行業的資產管理規模巨大，幾乎相當於中國貸款總額的10%。中國金融監管總局1月15日召開的2026年監管工作會議時，明確提出要着力處置存量風險，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線，對吧？越吆喝什麼越來什麼，越守住不暴雷底線，越說明，对吧？它要暴雷。沈萌指出中国信託公司的基本業務類型、業務模式都與中航信託相似，在經濟不好的大背景下，中航信託暴雷不是第一個，也不会是最後一個。傅方健則認為，中央目前尚未介入，或許是因為中航信託違約尚未構成系統性風險，但一旦真正達到系統性風險的程度，中央可能還是會出手，但目前風險可控，中央還是要把錢花在刀刃上。联合早報說他說，隨着中國軍工系統和金融領域的反腐持續深入，高層密集落馬，人事調整頻繁，新官不理舊戰的現實也在客觀上增加了中航信託問題的處理難度。在軍工反腐方面，中航工業原黨組書記、董事長譚瑞松於2024年8月被查，隔年2月被開除黨籍，半年後因涉嫌貪腐受賄被捕。中航工業總經理、副總經理也於去年1月被免職。此前，中航信託原董事長姚江濤、原副总经理魏颖輝也因嚴重違紀違法被查。姚江濤是中航信託2009年注冊以來首任總經理，也曾擔任中航工業總經濟師、中航產融董事長等職。在反腐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中航工業本身已承受較大壓力，再加上此前給予中航信託較大經營自主权，因此更不愿为信託業務兜底，使得風險處置進展緩慢。中航信託也是中外合資信託的案例之一。目前，中航信託由中航投資持股84%，華僑銀行持股15.58%。華僑銀行回復聯合早報詢問時稱，作為少數股東，銀行並不擁有中航信託的管理權或經營控制權。這個就是央企中航信託暴雷，這是聯合早報的一個報道。但是我可以說聯合早報採訪的這些專家以及他自己的報道對信託是一知半解。要說到信託沒有人比我更有發言權了。信託是叫影子銀行，簡單點說我們儲戶把錢存到銀行，銀行實際上就是個資金池，這是國家給他發的牌照，它是合法的資金池。也就是我們把錢存到銀行，我們不知道我們這個錢被誰借走了，我們也不需要知道，反正銀行給你固定的利息，剛性兌付，對吧？儲戶反正你去銀行取錢，银行就得把錢給你，這叫剛性兌付。萬一有銀行暴雷了，那50萬以內的是給你兌付的，50萬以上那就聽天由命這個大家都知道吧？好，後來咱們中國也引入了这信託業。這個信託是幹什麼的呢？這信託你要如果跟銀行一樣，那不就是銀行了嗎？那何必還搞個信託呢？所以從業務形式上說就是信託它就不能搞資金池。什麼意思呢？就是你交到信託的錢，這信託就得告訴你，你這個錢是借給誰了。你看它跟銀行不同的地方我這麼一講大家容易理解。實際上反過來這個業務是怎麼操作的呢？就是比如說有一家房地產公司，我缺錢，我現在缺2個億，但是我去銀行借不了了，因為銀行它需要土地、要房子、要這種抵押，而且不能有瑕疵。銀行的這個對房地產企業來說，銀行的這個資金成本低，對吧？貸款5個點、3個點，利息低，但是它要求高，對吧？你得有土地要麼是礦，要麼是房產，要麼是什麼應收賬款，這都是叫硬貨，足額抵押，不能有任何瑕疵。所以一個房地產企業它把最優質的資產，它最好拿去抵押的，肯定押給銀行，因為銀行的資本成本低，
資金成本低啊。好，等到这个房地產企業他還缺錢，他手上已經沒東西抵押了，就是有的東西銀行不要，那他就找信託去借錢，跟信託說啊，我缺2個億。那信託一看，那你有什麼東西抵押呀？房地產公司說，我還有一個子公司的股權，大家也知道啊，股權銀行是不要的，你除非上市公司的股權，那是股票，銀行就要。你什麼未上市企業的股權，銀行是不要的，但是信託要，把股權押給信託，然後我這個哪兒還有一個什麼就是亂七八糟的，反正銀行看不上的東西，這是我的資產押給信託，也就是你抵押給信託的這些資產質量堪憂，那就對信託來說不就是有風險嗎？高風險高收益啊，所以你從信託這兒拿錢，你這成本就得高。銀行是貸款利息6個點，那你從信託拿恐怕就是10個點或者是12個點啊，就是你的貸款的成本啊。好了，信託說你要2個億是吧？你手上有這些東西抵押，那行了，然後他就搞一個信託產品，他就募集資金，他向誰募集資金呢？就像你我他，像銀行的那些高淨值客戶，在銀行有很多存款的人給你打電話說，我現在有個產品啊，你現在存銀行是3個點，我現在給你5個點6個點，這一款產品，這個產品幹什麼的呢？是投給某某某房地產公司啊，他在哪兒開發一個什麼項目，這個錢是定向投給他的，他拿什麼東西給我們做擔保。哎，你一聽這靠譜啊。好，信託啊，他向200個，他不能超過200或者300啊，但我這個我具體我忘了，他的投資者就這麼多啊，2個億，200個那就是一個人100萬嘛，不就2個億嗎？如果說啊，他募集不到這麼的錢，他可以把這個2個億分成2期，對吧？來發行，可以拆，這樣的話你最小認購是50萬。哎，他一般這樣的啊，信託公司是這樣的，你如果認購50萬，那是利息是6個點，你要認購200萬，那利息是8個點。哎，這樣就導致很多人啊，把親戚朋友的錢搞到一起，這樣不利息更高嗎？那信託幹什麼呢？信託就是啊，他就是管理的責任，他把那個房地產公司押過來的股權吶，那亂七八糟的這些銀行看不上的那資產，他辦個抵押手續押到他手上，然後把這個投資者的錢拿到手上，哎，再去交到房地產開發公司，就像說給他貸款了，一般是3年，你就得還，對吧？半年付一次利息，3年把本金利息付完，就這麼個操作。在10幾年前啊，信託都是剛性兌付，這是信託的底線，因為信託的牌照是非常的稀缺。那信託從裡面啊，他給銀行是，他給房地產開發公司這個利息是12%，他給客戶可能嘛就是6或者7，這中間還有5個點呢，或者6個點，這6個點他給這個托管銀行給一點，對吧？給這個回扣啊，到時候給一點，那信託還能掙不少錢。但是這裡面很多貓膩啊，可以設計成什麼結構化的，什麼亂七八糟的。總之啊，信託能賺很多，包括信託的這些業務經理，一個個的是賺得盆滿缽滿。你想想吧，業務經理拿1/1000的提成不多吧？1/1000提成2個億，他能提多少啊？後來啊，應該是2015年，我記得都不太清楚。銀保監局啊，那個是叫銀監會，應該就發文嚴禁信託行業叫剛性兌付，只有銀行有剛性兌付，信託沒有剛性兌付。信託叫投資，叫盈虧自負，就是你買信託的時候一定會告知你，而且讓你簽署這個叫知情同意書。你買的這個東西啊，到時候賠本了，信託是不賠給你的，叫剛性兌付。不剛性兌付，風險自擔。但是我們很多信託公司他為了搶業務，如果你說啊，你這賠了算你自己的，那好多人就不在他那兒買產品了。所以很多信託啊，他在開展業務的時候，就是明裡暗裡暗示你，我這是央企啊，我這靠上硬，對吧？你還不信嗎？對吧？就是倒也不能倒到我們頭上，各種形式暗示。所以這個投資者他就信了，以為啊，我買了你這信託，那不是進了保險箱嗎？怎麼可能爆雷呢？怎麼可能有問題呢？有了問題你也會管，你不管國家會管，你不是央企嗎？實際上銀保監會早就規定啊，信託不剛性兌付。所以很多這個我剛才沒說啊，這個信託，那他成立這個產品之後，他怎麼賣這個產品呢？他怎麼找這些銀行的高淨值客戶呢？所以銀行它的作用就出現了，信託公司他就找銀行說，哎，你們這兒誰存款多啊？你給他打電話，讓他買這個產品。哎，我把賬戶放在你們這個銀行，你們這個銀行代銷完了之後，我還給你銀行點，你賣一個產品，我給你1%，那銀行都開心啊。所以銀行就會給他這個高淨值客戶打電話，說我們代銷啊，央企的信託，這個理財產品好，絕對保險。你存在我這兒，利息只有2個點，你買這個是6個點，你多買點還8個點。你說那些儲戶的吧，哪經得住這麼勸呢？大家看視頻啊。我叫曾世忠，今年已經滿了89歲。2013年到2015年期間，我就在我們旁邊銀行，由他們支行的一個副行長，他向我呢宣傳、推薦、承諾委託認購信託產品，保本保息，沒有風險，到期兌付。在他的
宣傳下，我就經過他一手操辦，委託認購了信託產品。產品到期以後，銀行不給兌付，而且銀行給我們製造了很多的困難。第一個，他說你們委託認購合同，你們的受託人不是銀行，是一個小公司，波峰公司。你們簽訂的委託認購合同的甲方也是這個小公司。我們在這個委託合同中，銀行沒有公章，不能兌付，你們去找波峰公司，跟銀行沒關。第二個，銀行辦理的這種手續，這是一般的正商業務，任何一個部門來與銀行合作，他們都可以進行配合，這是銀行的一個正商業務往來。因此，銀行雖然向群眾銷售了這個信託產品，但是這是一種正常的業務，跟他們無關。我們案發以後，自發的到各個銷售銀行的支行以及總行進行維權。聽到這些信息以後，我們就感覺到光靠維權喊口號是喊不出銀行來賠償我們的實際損失。我們只有努力的收集各方面的材料，客觀的事實、證據證明以及適應的法律，走司法程序狀告銀行，才可能獲得經濟賠償。這老頭90歲了，快就是這麼上當的。銀行一忽悠，那你不就去理財去了嗎？後來大家都知道了唄，房地產暴雷，到處爛尾，信託借給房地產的錢能要得回來嗎？你這個信託你借給恆大的錢，你還指望要回來是嗎？那這個暴雷之後，那這個算誰的呢？剛才我說了啊，這個銀保監會早就出了文件了，這種暴雷算投資者自己的，信託公司不需要刚性兌付。信託公司的責任是什麼呢？是負責把手上這個恆大押給他的這資產處置，把這錢追回來，這是信託要幹的事情。至於能追回來多少，追回來10%就是10%，追回來20%就是20%。如果追回来60%，那你这投資人就損失40%；如果追回來100%，那你投資人就不損失；如果追回來10%，那你投資人就損失90%。就這麼一個邏輯。剛才也說了啊，由於房地產公司抵押給信託的這些資產都是有瑕疵的，那個什麼子公司的股權你賣啊，1分錢賣不上，你根本處置不了。股權他那個子公司資產都是負的，你說他股權值什麼錢？其他的資產都有瑕疵，所以說啊，你這投資者都是自認倒霉。那最後還有一個辦法什麼呢？就是有的地方政府啊，他認為這個信託牌照還有價值，也是出於維穩，他就可能組織啊地方國企來對這個信託公司進行破產重整，就像四川信託一樣，对吧？再找個大頭來，那破產重整怎麼辦呢？他就根據這個重整的這個破產的財產來對這些投資者進行賠付。你比如說啊，50萬以下的全部結清，不讓你有損失；50萬以上的給你結50%，对吧？100萬以上的給你結10%，就是它一個階梯式的啊，就像那個河南那個村鎮銀行暴雷是一樣的啊，處理方式啊，就是破產重整。所以說啊，我說實話啊，恆大暴雷以後買了信託理財的人，實際上你也沒必要去信訪什麼維權，你能做的就是打官司、起訴、告狀，走法律途徑，因為你信訪也沒用了，你知道吧？因為這個法律層面就是对吧？銀保監會早就說了，這個信託它是不刚性兌付的，要怪只怪你貪，對吧？你的認知配不上你的財富，你的認知配不上你的雄心。恆大暴雷以前情有可原，恆大暴雷以後還去理財的，沒有辦法，對吧？你還是省省心吧，把這個精力啊放在工作中，對吧？你多工作挽回損失，你去維權沒有用啊，就是你花了精力花了錢，實際上啥也沒有。真正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也就是這個事情啊，你再往裡投入，那純粹叫沉沒成本，是消耗，投入資金投入精力沒有意義，對吧？你這個可以大家抱團啊，找個律師去打官司就完了，能要回来多少是多少。接下来啊，這樣的暴雷會越來越多，因為隨着房地產的下行，而且現在房地產下行也到了末端了啊，到了末端就有可能要加速，有可能剧烈震盪。那這種加速剧烈震盪就会導致更多的這種影子銀行甚至小銀行暴雷。這些年暴雷的這個什麼理財公司、小銀行這些平台公司多了去了。你看看黃金的價格震盪，導致你看深圳的水貝是吧？那些黃金交易平台暴雷跑路。這個房地產也一樣啊，現在到了末端加劇震盪的時候，會有更多的平台經不住啊波動而暴雷。所以對我們來說，從恆大暴雷以後，我一直說你就是存銀行，不要去理財。恆大暴雷以後，有很多信託它發行的產品用來幹什麼呢？是用來發新的產品，接自己過去的舊的產品，是給別人解套的。那你說你傻不傻？有很多信託就是這麼幹，它是違規啊，
比如說他借給了这個某个房企2个亿，这一期产品到期了兑付不了，那怎么办呢？他再发一批借给房企，房企再把这钱把他上一批给还了，那老的产品就兑付了，新的产品，但是他这么玩的话，因为利息越来越高啊，这房企好多已经爆雷了，对不对？没法配合玩了，所以这个导致信托的没法兑付。说来说去啊，最终就是政府说的叫法治化、市场化，潜台词就是破产重整。所以对我们来说啊，牢记在这个时候啊，外面誘惑非常大，但是風險更大。越是這個時候誘惑越大，因為它沒有那麼高的誘惑的話，沒有人會去理財啊，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大家沒有動力把錢從銀行挪出來啊。但往往啊，誘惑越大，風險越大。所以對我們韭菜來說啊，只有存銀行，而且盡量存國有大行，這也是無奈之舉啊，沒有辦法的辦法。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